拄着天气冷、落雨天，也是讲上要困，学生无想要出门上课，要安怎办？成功大学伫日前宣布增加心理调试假，只要学生感觉有压力、有需要，毋免任何条件就会使申请。每学期上济会当15天。过去大概5年，全台湾的这个大专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很受到重视哈。那学生也有反映他们有这样子的需求。那在跟学生团体代表啦讨论过很多次之后，那也询问了相关学校里面老师实务上面的经验哈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来推动这个心理调试假。虽然是无条件，也毋过重点是后续的辅导机制。只要学生请假累积2天，学校就会请老师关怀，且连续3天需要病医的证明。对此，学生有无同的看法？我觉得这对学长来说其实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感觉很多时候考试的时候压力其实对我们来说蛮大的，尤其是期末的时候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些听力调试，在一些当你遇到考试挫折或是人际上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都很有用。就有时候这心理压力蛮大的时候，然后要去上课的话，这样就学习成果也很不好。然后就觉得有这个假，就可以在不管是宿舍还是在家里休息，调试一下自己心理，隔天再去上课，这样也比较好。我就是比较理性的看法，就是可能我请的会课程反而会落后，所以我不会选择去特别请那个假。那当然，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就会开玩笑说啊，有心理假以后，我1学期就可以放假5天这样子。但我们当然还是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啊。学校会愿意给一个假别让同学去调试自己的身心。那它实际带来的疗效可能反而没有那么大，就是说有真正需要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同学，他可能还是需要去透过一些咨商啊，跟帮助的医师来帮助的手段这样子。除了有假会使请，成功大学嘛有专门的心理咨商服务。校长沈梦如伫2月就任了后，就提升校园心理咨商辅导量能。除了增加聘用兼任心理师，也推动咨商空间布点各校区，更增加按时的时间，让学生随时会当利用这项辅导机制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